點樣開通 Ink Mobile 保號服務？首先，確認您的 Ink Mobile 手機號碼已經激活之後，請你打開 Ink Mobile 官網並登錄您的個人中心。成功登錄之後，在個人中心頁面中點擊業務辦理選項，隨後選擇保號服務，進入保號服務頁面。進入頁面後，能可以根據自己的行程安排，自行選擇需要保號嘅時間段。保號服務以30日為一個計費週期，一次過最多可選擇120日嘅保號時長。請注意，開通保號服務需要能同時開通 WiFi call。如能未開通此功能，建議能跟隨指引前往開通。確認保號時間無誤後，點擊立即申請，並根據頁面提示完成支付即可。支付完成後，您的常規套餐將會被暫時暫停。在保號期間，您的號碼將不會因為欠費而離網。關於保號服務嘅關閉與續費，如果能提前回到美國，可在個人中心的保號服務頁面中選擇申請關閉。申請關閉之後，通常會喺4到5鐘頭內恢復主套餐。如能需要延長保號時間，可以點擊申請延期。注意，如120天保號結束後，仍需繼續保號，需先購買一個主套餐，生效後才可再次開通保號服務。保號服務期間需要注意，保號期間每30日仍可免費接打30分鐘電話，並可收發100條短信。保號期間無法訂購疊加包，都無法辦理其他增值業務。訂購套餐嘅首月無法開通保號服務。如果您的常規套餐剩餘不足30日，將無法保留該套餐。以上就係 Ink Mobile 保號服務嘅完整開通流程。如果您在操作過程中遇到任何問題，歡迎你透過以下聯繫方式聯繫我哋嘅工作人員協助處理。想了解更多有關 Ink Mobile 嘅使用教程，歡迎前往我哋嘅主頁觀看。